大家好，我係 Mr. So，今日會為大家講呢就係 S1 嘅 Fifth Classroom Exercise 9B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條件 Part 3。咁我哋呢就會講呢去整一對全等三角形呢，其中一個方法呢就叫做 SAS 嘅，咁即係邊啦、角啦、邊嘅。咁啊睇到呢點樣玩啦。好啦，嗱而家呢我有三個嘅控制嘅方法嘅。第一個呢就控制一條邊啦，另一個呢就控制隻角啦。第三個咧就係控制另一條邊嘅，OK。咁好啦，咁而家我胡亂就整咗第一條線、第二條線同一隻角啦。咁首先呢，我呢就搬咗一條線過隔離先，OK。然之後再搬另外一條線。咁我留意啦，我一定要隻角呢就要合翻埋一齊嘅，OK。咁嘅話呢，我而家可以完全 transfer 到呢個三角形過嚟嘅，OK。咁嘅話呢，呢兩個三角形呢就係全等㗎啦，係咪？即係只需要呢係邊角邊即係 SAS 呢，我都可以做到兩個三角形係全等嘅，或者做咗兩個全等嘅三角形啦。OK，呢個係 SAS 邊角邊。OK，好，咁亦都多謝大家收聽啦，拜拜。